乡亲啊，来看南台湾这两间餐厅开店做生意，可能是要交朋友的，因为实在是俗个大碗个满钱。一间伫咧垦丁的后壁哦，80片的沙西米只要400块。另外一间伫咧高雄，这个龟尾鲈鱼下螺煮，还有虾啊、蚵啊各种的海产，只要120块。 哇，遮尔大盘，爱食沙西米朋友，互你约看卖，安尼要卖你偌济咧？2000唔免，1000嘛唔免，80片只有算你400块。红鲢鱼、鲫鱼、青仔鱼拢有分量多，价小小，互你食甲真满足。这款的价小，就伫垦丁的后壁哦。物超所值啊，真的菜色很丰富啊，让你吃到什么下辈子都不敢再吃生鱼片。 花天想要吃火锅，赶快进破牌海产，虾子、蛤蜊、鹅啊，还有一整尾的鲈鱼，这样子满满一盘，你猜要多少钱？互大家来要介绍，这款海产盘龟尾鲈鱼，互你煮400、300拢唔免，各用这间火锅店咧，只120块，互你食甲真满意。蛮物超所值的，料还蛮多的。这是开店来做朋友的吧？渔港自己去深海撕掉的，我觉得很棒。冷冷的天，吃火锅是上适合的。不过这汤若煮愈久，伊的热量甲普林的含量就真悬，所以有高血糖、高血压、高血脂的民众一定要注意，而且嘛唔通食伤紧，避免烧汤去烫到你的嘴。